說故事，偏偏今宵所想講不太易，遲疑地望你想說又復遲疑。秋風將湧起的網頁，遺留他的窗邊有個故事。孤單單的小伙子不顧寂寞，徘徊樹下直至天際路月移。東風吹走幾多個月夜，為何窗邊的他欠缺注視？刻於窗扉小字寫的愛慕字，完全沒用，像個飄散夢兒。今宵的小伙子傾吐憾事，誰人痴痴的要再聽故事？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，祈求下集是個可愛夢兒。知不知對你牽上萬縷愛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費盡心思。點點火花趁月夜，人人開開心心說說故事，終於傾出這小子的往事，長年累月為你怎再自持？今宵知否對你的任時，為何真的將它當故事？偏偏痴心小子只知道上集，祈求下集是個可愛夢兒。知不知對你牽上萬縷愛意，每晚也痛心空費盡心思。這小子欲斷難斷這故事。大碗面條吃完了，給大家分享一下新鮮的淮山跟一些淮山曬乾以後做出來的面條，它的區別在哪裡？新鮮的淮山做出來的面條呢，它有一點甜味，但是它那種沒有那種淮山味沒有那種香味。而曬乾打粉做出來的這個淮山面，它的香味是特別的濃郁，真的，你煮的時候就已經聞到它那種淮山味了，很濃很濃的，特別好吃。